just want to speak the name of Jesus over every heart and every mind. 'Cause I know there is peace within your presence. I speak Jesus. I just want to speak the name of Jesus till every dark addiction starts to break, declaring there is hope and there is freedom. I speak Jesus. Your name is power. Your name is healing. Your name is life. Break every stronghold. Shine through the shadows. Burn like a fire. I just want to speak the name of Jesus over fear and all anxiety, to every soul held captive by depression. I speak Jesus. 'Cause your name is power. Your name is healing. Your name is life. Yes, it is. Break every stronghold. Shine through the shadows. Burn like a fire. Your name is power. And we declare it now. Your name is life. Break every stronghold. And shine through the shadows. Burn like a fire. Shout Jesus from the mountains, Jesus in the streets, Jesus in the darkness over every enemy, and Jesus for my family. I speak the holy name, Jesus. Oh, shout Jesus from the mountains, Jesus in the streets, Jesus in the darkness over every enemy, Jesus for my family. I speak the holy name, Jesus. Your name is healing. Your name is life. Break every stronghold. Shine through the shadows. Burn like a fire. Come, Holy Spirit. Your name is power. Your name is healing. Oh. Break every stronghold. Shine through the shadows. Burn like a fire. I just want to speak the name of Jesus over every heart and every mind. 'Cause I know there is peace within your presence. I speak Jesus.
just want to speak the name of Jesus.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旌旗，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声音。手虽然有哭泣，地球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你是有福气的人，阿妹吗？阿妹。有福气的人，阿妹吗？阿妹。我们一起来赞美他，因为他是叫我们抬起头的神，他是赐我们福气的神。让我们一起大声再次来赞美他，哈利路亚！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耶和华的帮助，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举神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旌旗，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地球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再次宣告，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地球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再次大声来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地球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地球虽然有哭泣，地球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还有，让我们用最大的掌声献给那位叫我们抬起头的神，也是赐我们福气的神。让我们用最大的掌声、再大的掌声来赞美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呀！全能献上当作活祭，让我们举手来赞美他。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这灵的心掌管我一生，在此将我全能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全在我的生命里，让生命的心掌管我一生。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将自己完全
和力量，我愿意舍弃一切跟随。再一次，每一天，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相助在你大能荣耀里，唯有你是我的良人和恩友，我愿意一生敬拜荣耀。再次将我全人献上，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再次宣告，我要将我的全人献上，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一起来求神接近我，吸引我，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在爱中遇见你，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荣耀中敬拜你。再次接近我，吸引我，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在爱中遇见你。接近我，哈利路亚！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荣耀中敬拜你，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一生。各位弟兄姐妹，请坐。亲爱的神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降下你的爱子来到世界上来拯救我们。主耶稣，你是如此的伟大，如此的无私，降下你的爱子来拯救我们。就是我们我们是何等何能，我们又要如何来回报这份恩情？主耶稣，愿我们将我们一生能够献上，当作活祭。求主耶稣你每天来吸引我们，接近我们，让我们可以来快跑跟随你。求主耶稣带领保守，感谢你，祷告奉生命祈求，阿们。我能给你什么回应你所给的？我虽不配，你是我尊贵，世界舍弃的，但你看我为宝贝。我能给你什么回应你所给的？为我生命是我的完全，在创世以前，你已拣选了我，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所有一切为你所赐，而我有什么不能够给你？生命是你的，恩赐是你给你。
完全。在创世以前，你已拣选了我，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所有一切为你所赐。而我有什么不能够给你？生命是你的，恩赐是你给的。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而我有什么不能给你？赏赐在于你，收取在于你，用我为你的尊贵器皿，一生为你成为祝福。用我为你，在于你，收取在于你，用我为你的尊贵器皿，一生为你成为祝福。我们这时候要来举行圣餐，我们欢迎每一位已经接受成人洗礼或是坚信礼的弟兄姐妹来领受主的宴席。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饼，凡亲近我的，永远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亲爱的弟兄姐妹，请注意听主耶稣在圣餐时所说的话。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主耶稣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个杯就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当主耶稣被人出卖的那夜，有拿饼来祝谢，所以我们要奉他的名，照他的样式，我们一起来向神来感谢。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现在按照你的命令来摆设这些的宴席，为了纪念主耶稣永远的献祭，我们谦卑恳求你差遣圣灵保惠师来圣别这一切的献祭，也圣别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因着你的恩典的帮助，成为我们灵命的养分，也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来成长，能够荣耀你的圣名。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耶稣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个杯就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请我们的小会员长老们来分饼和杯。如果你已经接受成人洗礼或坚信礼，欢迎你在主的里面一起来享用主的身体和主的宝血。如果你还没有接受洗礼或是坚信礼，请你先暂时不要来领用，等到你在主里面接受洗礼或坚信礼之后，再来领受主的身体。当你拿到饼和杯之后，邀请你先为自己来做祷告。如果你遭遇身体上面的疾病软弱，或是心里当中的忧闷烦恼，或是生活当中的试炼或是挑战的时候，为你自己来祷告。主耶稣要借着他的身体，借着他的宝血，要与你同在。从你的生命当中，会有信的人当中，会有圣灵的活水江河涌流出来。耶稣爱你，耶稣爱我，他对我们的生命有特别的计划和呼召。他要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上帝的形象，他要使我们能够靠主得胜。今天是我们能够与主同桌，与主一起亲近的时刻。当你拿到这个圣餐的饼和杯的时候，为你自己来祷告，求神与你同在，求神赐福在你的身上。
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个杯就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如果你已经接受洗礼，还没有拿到圣餐饼或杯的，也可以请你举手，由我们的同工来送给你。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我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众人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我们一起来领受。耶稣说：“这个杯就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我们一起来领受。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再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无所不能的神，因为你极大的恩典，使我们能够领受你圣子爱子的圣餐，成为我们灵魂真实的食物，也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爱我们，你照顾我们，也让我们能够成为圣子的奥妙身体的一部分，也成为受祝福神的儿女。主啊，我们谦卑在你面前，再次把我们自己奉献于你，求你喜悦我们的奉献，用你的慈悲恩典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与你有圣洁的交通团契，并从今以后能够来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这时候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和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基督
父神，感谢赞美你，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爱我们；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要将创世以来预备的恩典福分赏赐给我们。父神，感谢赞美你，在主日的清晨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亲近你，是何等的美好，何等的恩典。我们要纪念主耶和华，因为我们得获财的力量是从主而来。主，感谢你，今天你的儿女齐聚在你的面前，将你所赏赐的时间、金钱、才干，并我们口中的赞美，愿如馨香的祭献在我主台前，求主悦纳。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接下来首先我们来读本周的金句，记载在路加福音1章45节，然后我们一起来读。确信主传给他的信息必定实现的女子，多么有福啊！路加福音1章45节。确信主传给他的信息必定实现的女子，多么有福啊！路加福音1章45节。那本主日是为了这个妇女的事工纪念主日来关心代祷，那也请兄姐们一起来为妇女的事工来关心代祷。那2025年在这妇女部的这个重要事工，请那个处玉长老来报告。亲爱的迦南教会陈牧师，还有长子同工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田处瑜长老。那每一年的3月就是妇女主日纪念日哈。那我今天是代表新竹中会妇女事工部来向大家请安跟报告。那新竹中会妇女部分别有北、中、南3区。妇女事工部所做的事工是将中会53间教会的妇女团契或者是妇女小组，透过每年各样的活动做连结。每一间教会形态跟人数都不一样，但借由妇女部所办的各样活动，跟各教会的妇女团契小组可以有更多的学习跟交流，展现视野跟生命。那我们看荧幕的 PPT， 就是今年2025年妇女部重要的事工。那特别在我在这边我要特别的感谢迦南教会，在3月7号，就这个礼拜5的早上，迦南教会就是借场地给妇女部来办世界公祷日，这个对妇女部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型的礼拜。那也感谢牧师陈牧师跟陈牧师娘大力的推动，还有我们很多的同工参与。迦南教会，光我们迦南教会就有90多位的弟兄姐妹会来参加。我再一次的代表妇女部来向迦南教会来感谢。那这个时候我也要代表妇女部要来祝迦南教会兴旺福音，得人如得鱼。感谢。好，我们也就为了妇女事工来代祷。那接下来。明天晚上就是3月3号的晚上的8点，有这个宗教改革简史的一个说明第4次。那其实我建议就是说，不管你有没有要去德国哦，其实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当时马丁路德会来，就是就是改变这样的一个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改革，了解一下我们也是基督徒，那我们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些历史对我们也是很有帮助。那今天有举办在台场有举办圣礼典，有2位的成人洗礼，2位的信仰告白，也有3位的小儿洗礼。那我们也那另外还有。有念一下名字。好，成人洗礼的部分有洪兆福、陈怡君姐妹。那信仰告白的部分有杨荣惠姐妹、邱牡丹姐妹。那小儿洗礼有李允哲他的爸爸是李维杰，妈妈是张平姐妹。那另外还有赵文新，他爸爸是赵威明，还有妈妈是
康佳瑜，还有另外一个小朋友是张义恩，那妈妈是黄以琴，还有我们还有转籍3位弟兄姐妹转籍就是石瑶、石桂珍，他们这是桃园教会转籍过来，然后还有萧雨林姐妹是从巴德教会转到我们教会来，我们也拍手来欢迎他们。接下来是3月份的受薪的名单这个部分有刊登在我们的周报里面。那你看一下就是大家看一下有没有说可能记载错误，或者是没有记载到你的请赶快提出来，然后跟我们干事讲。那我们会在下一个礼拜3月9号的主日里面来做一个庆生的一个活动。好，那接下来松联大学在3月3号，就是明天就要开始来上课。那也欢迎各位弟兄姐妹来注册报名。那我们就是你想要报名的，就我们到我们干事室里面，然后跟我们的干事来报名。那接下来还有这个嘉南杯的桌球热身赛，这是我们就是60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那也请大家来支持。来参加那这个举办的时间是4月19号星期六早上的8点到中午的1点。那报名是从即日起到3月30号截止。那参赛资格及报名的方式，我们会公布在这个公布栏上。那获胜的选手将组队参加8月30的一个锦标赛。好，那我们下午1点的时候会有一个春丽嘎挂的一个福音茶会的一个说明。那这个春丽嘎挂的活动也是我们60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那有兴趣我们也请我们的区长、小组长就是务必要来参加。那有兴趣的弟兄姐妹，你们也欢迎你们来参加。那是在下午1点到2点，那地点是在401的教室。那我们5月17号、5月18号星期六、星期天也有一个60周年全教会的一个退休会这个部分我们报名费是500块，是补助500。这是补助500块这是一个补助500块。那这个部分也是60周年的一个系列活动之一请各位踊跃来参加目前还有名额，那请大家赶快来报名参加。我们先来看这个影片。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影片。我们这次的退休会是全教会的退休会，地点在云林古坑。那我们会去到台中的都会公园，还有这个台中的草港城餐厅那透过这样退休会呢，让我们教会能够一起有凝聚的时间。那也透过我们一起的分享，让我们弟兄姐妹各小组能够有更美好的关系。那么要去的是下午会参访的是忠孝路长老教会，是现在全台湾最大间的长老教会。那它的礼拜堂可以容纳将近1000人那他们的牧师团队会来跟我们做分享，还有介绍。那我们还会有分组的介绍。那我们当天会入住的是在云林古坑的中华科技大学的翠华会馆，占地有50甲。那我们会在那边有这个晚上的聚会，还有隔天早上主日的礼拜。那我们的住宿呢，有2人房、3人房和4人房。那费用在我们的公布栏可以看到。隔天主日我们做完礼拜之后，我们会在早上、中午出发，去到鹿港的民俗文物村，会来参观辜家的大宅。那这里保存台湾早期的1府2路3艋甲的这个将近200多年前的这些文物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丁祖辉长老，他的爸爸就在出生的这个丁家古厝也是在鹿港的地方。另外，我们也会来参观这个鹿港老街、鹿港老小镇能够说2天1夜的行程非常的充实。那报名的费用呢，4人房是每个人3300块，教会补助500块，所以剩下多少
2800块，好，2天1夜，好，从总共有至少有5餐哦，好，有5餐，好，加上来回的车程，好，所以机会非常的难得，好，那因为我们现在房间的安排，好，那2人房已经虽然填满，好，如果你还是鼓励大家能够来登记4人房，找4个人一起住一间，或是呢，如果你真的需要2人房的时候呢，好，你可以特别的注明，好，我们再来协调这个房间的房型啊。好，跟你旁边说，5月17、18我们有全教会的退休会，5月17、18我们有全教会的退休会。那接下来我们在3月8号星期六有这个 A1 及 A2 的，还没有到 AI， 我每次都讲错好，所以那个3月8号我们就是要开始上课。那如果你们有要上想要上课的，好，那也赶快来报名。那写一下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信仰装备造就。对，好，那赶快来报名。好，那接下来是生日助学金开始要来接受申请，那就是113年学年度的第1学期，然后请你填妥申请书并减负成绩单影1本。好，那接下来是3月9号在703教室的从10点半到11点20有那个士林传道他来主持的一个圣经漫谈。然后在3月20号星期四早上10点到12点有北区松年专题的讲座，请想要参加的到1楼的公布栏来登记。那另外就是我们银屏姐妹的爸爸杨万成先生在2月23日来辞世，我们也在3月9号会1点半的时候在桃园市立殡仪馆，然后举行家殿后随即火化，然后愿主安慰的灵与遗族同在。还有我们在星期五下午有周千兰及周千兰弟兄与简如琳姐妹的一个结婚礼拜，就是228星期五下午已经举办完成，那愿神祝福满满在这一对新人身上。那接下来有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吗？我们请起立，我们来欢迎你。有看到那个龙芬，好，是跟子恩吗？好，请你们站起来，我们拍手来欢迎他们。很久没有看到他们了，欢迎你们。好，接下来我们来。有来过。好，接下来我们来读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圣经。记载是在路加福音1章39节到45节，因为没几章，那我们就一起来读。没几节我们就一起来读。来，不久，玛利亚动身，急忙往山区去。到了犹大一个城，她进了撒加利亚的家，向伊丽莎白请安。伊丽莎白一听见玛利亚的问安，腹中的胎儿就跳动了。伊丽莎白被圣灵充满，高声呼喊：“你是女子中最蒙福的，你所怀的胎儿也是蒙福的。我主的母亲前来探望我，我怎么敢当呢？我一听见你问安的声音，我腹中的胎儿就欢喜跳跃。确信主传给他的信息必定实现的女子，多么有福啊！”接下来我们来请我们的本堂的陈柏芝牧师来讲到他分享的信息。题目是有福的妇女，有福的妇女，不是有毒的妇女，有福的妇女。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那带领我们进入到3月份，同时今天也是圣礼点，再一次借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舍的身体和保险，让我们的身心灵能够健壮，也能够得到饱足。也求你透过
你的话语，让我们再次能够成圣，得到炼净。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2025年剩下10个月，跟你旁边说，今年剩下10个月。觉得时间过得很快还是很慢？好，非常快。好，可能很快就要跨年祷告会了。好，可能很快好就要2026了。好，今年是迦南教会的60周年啊。好，剩下4个月当中，好，其实也不到4个月，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还有很多的事工，好，都要能够在60周年好的这个时刻能够来展现。所以我们需要求上帝给我们智慧，好，能够来数算我们的日子，得着智慧的心呢。好，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好，能够把握每一天。今天刚才处宇长老有报告，好，是1年1度的长老教会的妇女事工纪念主日。这个妇女事工纪念主日呢，是在1995年，就是30年前的开长老教会的总会当中所提出的。有鉴于当时呢，教会都是以服侍者都是以男性为主，所以呢，听不到姐妹的声音，台面上看不到姐妹。你看这过去开第一届总会的照片，清一色全部都是男性。所以在教会当中所讨论、所决的事项，姐妹没有发言权，也没有决策，也没有参与在这当中。所以教会跟他的事工呢，都总是只有一个面向，就是以弟兄为主的面向。但是呢，长老教会在30年前就有注意到这个事情，所以要唤醒、聆听妇女信仰的经验，开拓妇女在教会服事的多元角色，也要鼓励姐妹能够积极参与服事，贡献姐妹的信仰和经验、智慧还有力量。所以开始来发起这个妇女事工纪念主日哦。好，能够让教会更加的平衡。经过30年后，我们发现哇，教会的妇女服事多了非常的多。好，有女性的执事、女性的长老、女性的传道、女性的牧师，好，女性的小组长、女性的区长，好，甚至我们都已经有女性的总统。好，那几乎呢，在这个两性平权呢，在台湾好，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重男轻女或是男女不均。可是我们也怕，好，现在看到了，姐妹越来越多，好，弟兄怎么样？越来越少，好，所以搞不好以后再过几年需要发起好什么弟兄事工纪念主日啊，好，我们开始要来聆听弟兄的服事的心声和经验，好，但是呢，当上帝造男造女本身是一样还是不一样？非常不一样，好，但是圣经上帝透过他所创造的人，就是男和女，要有反映出上帝的形象。所以上帝的形象不是只有在弟兄的身上看得到，也不是只有在姐妹的身上看得到，是在弟兄姐妹的身上才能看到上帝的形象。跟你旁边说，在弟兄姐妹的身上才能看见上帝的形象，在弟兄姐妹的身上才能看见上帝的形象。上帝造男造女本身是很大的不同。科学家从大脑来看到，男女在思维、感觉、行为上其实有很大的差异。女性呢，经过研究呢，发现女性的额叶发育的特别好，所以她的血液流向好，负责控制冲动、沟通、协调区域呢比较多，所以女性比弟兄呢更容易控制冲动，也更容易沟通，更容易做协调的运作。所以呢，可以解释说，女性天生是领导者和照顾者。跟你旁边的姐妹说，你是天生的领导者和照顾者，你是天生的领导者和照顾者。那弟兄呢？好，跟旁边的弟兄说，你是天生的被领导者和被照顾者，你是天生的被领导者和被照顾者。好，弟兄听好，可能第一次听到这样子。但是呢，女性因为她的大脑的这个运作呢功能呢比男性更活跃，所以女性的情绪大脑边缘系统呢较容易焦虑、忧郁、失眠、饮食失调，所以女性罹患忧郁症的数字呢是男性的2倍。但是男性呢，好，因为想得不够周全，想得不够多，想得不够细腻，所以男性呢因为冲动被抓去关的几率呢是女性的14倍啊。好，所以你跟你旁边的地方说，好，男生不要太冲动，男生不要太冲动啊，太冲动很容易被抓去关哦。有几个图呢，好，可以让我们看到男女的差别。镜中的男生看自己永远像什么？Superman， 好，我超赞的，我超帅的，我超壮的。可是镜中的女生看自己怎样？
我超胖的，好，即便他已经瘦到不行了，还是觉得不行，我的屁股太大了，好，不行，我的腿太粗了，好，这是男女的差别。但是呢，男生去剪头发花200块钱，哇，头发就剪起来就很不一样。女生呢，花2000块钱去剪头发出来之后怎样？怎么好像都看不出来？所以有的老公看到老婆说啊，你嘎头脏啊，讲炸就嘎啊，已经过了1个月，你现在才发现哦。好，有的女姐妹就点头啊。但是对女生来讲，她可以注意到很细微的差别。如果这个要出去旅行，女孩子譬如说她要去参加德国宗教改革旅行，哇，她多久前要开始准备？可能1个月前，好几个礼拜前要写清单，好，要列 list， 一个一个都要很确定，好，然后最后才怎样，好，才能够很放心的出门。男生什么时候开始准备？前2天，太多了。前1天太多了，这边写前5分钟，前5分钟准备，没带怎么样？算了，没带就算了。女生没带不行，一定得带。还有呢，男生看颜色大概就是红橙黄绿蓝靛紫，女生呢不一样了。这个蓝有 Tiffany 蓝，有湖水蓝，有天空蓝。这个紫有薰衣草紫，还有什么玫瑰紫，什么紫，哇！女生对于色彩的敏锐呢，比男生多很多。女生上厕所的时候呢，需要排队，好，那这是一个男生上厕所的时候呢，不需要排队，好，有地方就可以上厕所。好，一个女孩子走在路上走过来，好，女孩子看到的对方的女生是看到她的什么？外在的衣服、穿着打扮。男生呢，身材，看到她的内在。难怪耶稣说，你看到一个妇人就动了一念，就是与她奸淫。所以男生真的是太容易冲动，好，然后很容易对号入座。当夫妻睡在一张床的时候呢，男生的床永远只能够怎样？睡在边边角角。好，在座女生的床呢永远不够大。好，在座的先生们，好，你睡的床是睡在边边角角的，请举手。只有牧师一个人举手。好，那还要谢谢你的太太哦，你的太太对你很好。好，而当男女朋友呢交往，如果分手之后，分手的当天，男生呢好像没发生什么事情，很正常。然后女生那一天呢，哇，真的是痛苦到不行。1个礼拜之后，男生开始觉得感觉不太对，女生呢开始呢寻找乐子来做。1个月后呢，男生开始感受到我怎么这么孤单，没有女朋友。1个月后呢，女孩子呢她已经不受到影响。所以男女真的很不同。还有，这是男生的电脑桌面，上面怎么样？不是什么都没有，就是只有那个资源回收桶。那女生的电脑桌面呢，像这样，什么都有。然后呢说你怎么找得到东西？他就是找得到东西。男女大不同，所以如果你是学行销的，男生你要向他推荐咖啡，你就拍一张咖啡给他看，他就说哦，我看到咖啡，我需要咖啡，我想要买咖啡，我就会去买咖啡。女生看到一杯咖啡不够，她还需要看到什么？咖啡的杯子，好，还要看到咖啡上面还有拉花，还要看到咖啡后面的灯光的气氛的颜色的感觉，他才会觉得说，我需要这杯咖啡，我想要去买这杯咖啡。右边这张图，好，男生看到是洗发精，然后确定写洗发精，好，拿了就走，这就是洗发精，拿来干嘛？洗头发。女生呢会停在前面停多久？好，为什么？还要先了解这个洗发精是有什么味道的，这个洗发精有什么成分的，哇，他就要做很长的分析才能够决定。所以我们看见上帝创造男女一样还是不一样，而且是很大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如果要跟异性来沟通，我们要掌握2个原则。怎么跟男人沟通呢？叫做直接解决问题。好，一起说一次。上礼拜有没有看中华队的比赛？好，最后第9局是怎样？直球对决，好，直接解决问题。所以的看到的男性看完之后就热血沸腾，哇，直接解决问题。但是要跟异性女孩子来沟通要怎么样？你觉得要怎么样？快很准，先获得情绪认同。好，请说一次。
很多的问题对男生说，我们就解决问题。女生她不认为这不是问题，问题是她的情绪不对，这就是问题。所以你要先让女孩子的情绪对了之后，她的情绪对了之后，没有情绪，所有的问题就怎样解决了，都不是问题，都不是问题。所以我们要知道，当面对事情的时候，沟通的时候，男女有很大的不同，很大的差别。但是上帝创造男和女来反映出上帝的形象。在接下来的这个礼拜六，就下礼拜啊，这个礼拜六3月8号开始，一直到4月22号，我们总共有46天会一起来读路加福音。那这一次呢，牧师因为要去德国宗教改革之旅的行程，所以没有办法每天准时，所以会用预录的方式。所以因为预录呢，所以就会每天提早6点，就会来在 YouTube 上面来首播。所以我们就会按照新眼光读经的进度，每天来读路加福音。也希望同时我们读完路加福音之后，也要继续的写灵修笔记啊。好，所以跟你朋友说，我们要每日读经加灵修笔记。我们要每日读经加灵修笔记，总共几天？46天哦。路加福音是圣经当中最好读的一卷书，因为它是写给外邦人的书，而且它是由路加医生类似像女性用非常细腻的心思还有笔触，来带领我们来认识耶稣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可以好好的来享受这一段46天与主同行的时刻。当耶稣降生的这个事件，在马太福音的笔下呢，他一下子就写到了东方3个博士来到了耶稣诞生的马槽。而马可和约翰呢，他在讲耶稣诞生的事情完全没有提，讲到耶稣已经成年，要在约旦河边来受洗礼。可是路加不同，路加呢写耶稣的诞生呢，是在耶稣的诞生前6个月前，他的表弟施洗约翰出生的故事，他就开始来记载。所以路加福音的第一章讲到希律王统治的时候，有一个祭司叫撒迦利亚，他的太太叫伊丽莎白，他们2个人呢都是祭司的后代，亚伦的后代。第6节我们一起来读，在上帝眼中，他们2个都是正直的人，严谨地遵守主一切的诫命和条例，因为他们都是利未人的后代，而且都是祭司亚伦的后代。所以呢，他们都学习读神的话，都有写灵修笔记。可是呢，他们没有做的事情是什么？有结婚，但是没有孩子，因为伊丽莎白不能生育，2个人都已经老了。一个人不能够生育，是男生的原因还是女生的原因？还是2个都有？2个都有。女生不能生育的原因呢，很可能是卵巢的问题、子宫的问题、骨盆腔的问题。男生不能生育的原因呢，是精液的异常、睾丸的问题，或是性功能的障碍。但是2个人都有的问题呢，就是压力过大、生活习惯差，还有高龄晚育。当你的精神压力或是工作压力太大，可能会让你不容易生育；或是当你熬夜、酗酒、抽烟、不运动，可能让你结了婚之后不容易怀孕、不容易生小孩；或是因为你太晚结婚，高龄之后才想要怀孕、才想要生孩子，也会让你不容易生育啊。撒迦利亚、伊丽莎白到底有多高龄？我们可能觉得说，刚才看到那个图片可能60岁、70岁、80岁。但是我们读过了利未记就知道，利未人当祭司工作的时间是从30岁到50岁，所以他们可能已经是30几岁、40几岁，甚至可能接近50岁。其实在今天来看也是非常的高龄。可是有一天，撒迦利亚值班在圣殿担任祭司的职务，他去在香坛要献香的时候，就主的使者天使出现在撒迦利亚的面前，对他说：“不要怕，上帝垂听你的祷告。你的老婆要给你生个儿子，而且名字上帝都取好了，叫做什么翰？约翰。你有这个儿子，你要高兴还是要流眼泪？欢喜快乐。为什么呢？因为许多人会因为你的儿子来欢喜快乐。在主的眼中，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因为他从小就不喝酒，像拿西尔人一样，在母亲的肚子里面，他就要被圣灵充满，甚至他要带领以色列人归回他们的上帝，要做主的全躯，坚强有力，像先知以利亚，使父母和儿女重新和好，使悖逆的人回头，使人走上义人明智的道路，而且还要你的儿子
要来帮助人民迎接主。哇！如果有天使这样告诉我说，我的孩子好要帮助人来迎接主的时候呢，好，真的会非常的高兴欢喜啊。但是呢，撒迦利亚听到天使这样讲，他并没有很高兴，他反而说什么？跟天使说：“我怎么知道这些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老婆伊丽莎白也老了。”天使说：“我是加百列。你不相信我所说的话，在时机成熟会实现的那些话，你将变成什么？哑巴，直到这个应许成就的那一天，你才能够开口说话。”所以圣经就让我们看到撒迦利亚那天去圣殿里面献祭，天使对他显现说话，他老了，他要当爸爸了。撒迦利亚没有正确的信心回应天使的话，就那一天出来之后，他都一直不能够说话。多久呢？到他的老婆怀孕生完孩子之后，他才说话。所以我们看见撒迦利亚的信心，本来天使对他说不要怕，上帝听你的祷告。什么是撒迦利亚的祷告？他从年轻的时候就祷告说：“上帝啊，赐给我一个老婆。”上帝给他老婆之后，他就祷告：“上帝啊，赐给我一个孩子。”他一直跟上帝祷告，可是呢，他一直没有得到孩子。所以上帝现在叫天使说：“你已经上帝听见你的祷告，要给你孩子，你要欢喜快乐。你的孩子会是一个伟大的人物，而且你的孩子要帮助人民来认识主，来迎接主。”照理讲，撒迦利亚他应该高兴到不行，可是撒迦利亚的信心却是第一句话说：“我老了，我的老婆也老了。”好，我们意思是怎样？可能还是不可能？不可能。所以他把他一辈子跟神祷告的事情都通通怎样？认为不可能，不愿意去做。所以天使告诉他说：“因为你不相信我所说的话，你将变成哑巴。直到我的应许实现的那一天，你才能够说话。”所以从那天开始，撒迦利亚他就没有办法说话，他只能够怎样？学手语也来不及了，好，只能够拿板子来写字啊，好，用写字来沟通。如果你是撒迦利亚，你应该怎么办？你变哑巴之后，学手语，还是学打字？好，学怎么样跟人沟通？你想要说话的话，你要怎么办？你如果想要说话，你就是要让你的老婆把孩子生出来。所以那一天回去之后，撒迦利亚做什么？对，认真生孩子，认真生孩子，好，拼命的祷告，好，拼命的跟老婆，好，不能讲话，认真的生孩子，他才有办法生出来。上帝不是叫天使跟撒迦利亚说，你的老婆会圣灵感孕，圣灵会在你的肚子当中创造一个婴儿出来，没有。所以撒迦利亚那一天的工作是什么？回家认真的拼命想办法，就是要让他的老婆能够怀孕。当我上一次在讲这一段信息的时候，是在台中磐顶教会，而在那教会当中呢，有一对夫妻，先生是东海大学的老师，太太是静宜大学的老师。他们两个人结婚已经很长一段时间，可是都没有孩子。可是他那一天听完这段信息之后，他们回家就怎么样？跟撒迦利亚看齐，我不能再当哑巴了，我要认真工作。他们以前也做过试管，都失败。结果呢，他们就祷告，向撒迦利亚效法信心。结果几个月后，他们告诉牧师娘说，他有了，他老婆有了。然后在几个月后，哇，肚子就大起来。好，当我们要离开台中的时候，他的肚子很大，现在孩子都生出来了。所以信心是能够使无变为有，使不可能变为可能。阿们。所以如果你不相信上帝能够做的话，你可能一辈子都只能够这样子过。但是当你相信的时候呢，你就会经历撒迦利亚、伊丽莎白的神迹啊。我们来看撒迦利亚的老婆伊丽莎白，24节、25节，我们一起来读。过了不久，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果然怀了孕，5个月之久没有出门。他说：“主终于这样厚待我，除掉了我在公众面前的羞辱。”通常一个我们上一代都会说，你怀孕要多久才能够公布
那为什么他要5个月？他可能要特别的小心，好，他要特别小心。5个月后肚子有多大？好，5个月后就是中间，好，肚子真的是看得到，好，而且呢，他可以感受到这个胎儿在里面的动作，可以感受在这里面的生命的气息，所以他才能够放心的出门。所以他真的是非常的呵护好这一个胎儿。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不是耶稣，大家都很认真在听。约翰，好，这是约翰的妈妈的故事。所以他出门之后，他说什么？上帝厚待我，终于除去我在公众面前的羞辱。不要忘记伊丽莎白，她是亚伦家族的后代。所以如果她不能生育，表示1400年前亚伦好的摩西的时代，到1400年后耶稣的时代，这个亚伦的传统，祭司的家族的传统，可能就要到他为止。而伊丽莎白跟她的先生撒加利亚一样，在上帝的眼中，他们夫妇都是义人，都是因为上帝的话严格的遵守，而且他们会读圣经，好，会读经文、挑经句、写感受、今日事、今日毕，会写灵修笔记。所以上帝看他们为义人，义人就是说跟上帝的关系很好。虽然他们没有人孩子，所以这个伊丽莎白说：“上帝终于厚待我，恩待我。”除去我的公众面前的羞辱。这个羞辱是什么呢？就是他没有办法回应上帝的呼召，生养众多。这4个字请大家说一次：生养众多。上帝呼召人要离开父母，与他的妻子联合，2人成为一体。之后要做什么？要生养众多。这是几件事情？4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第2件呢？第3件呢？表示要生几个？不能只生1个，叫做众，就是要复数。生2个可不可以？但是你只有到3。什么叫做多？就是爸爸妈妈，然后呢2个孩子，这样子是打平。多叫做生第几个？3个。好，所以再说一次：生养众多。撒加利亚好，伊丽莎白好，他们呢好，可能只有第1个都做不到。好，所以他说他虽然是义人，虽然在圣殿里面服侍，可是呢，他对神有亏负。他说：“神除去我在公众面前的羞辱。”这是2年前的调查，台湾的扶老比的趋势。2015年的时候，10年前，台湾的65岁老人有几个人照顾？5.9个壮年，就是在上班的人可以照顾1个老人。5年前，2020年，台湾65岁以上的老人有几个人来照顾？4.4个，好，少了1.5个，好，来照顾。然后呢，今年2025年，一个65岁的老人有几个人来照顾？3.4个在上班的人来照顾。在5年后，2030年，你猜几个？你看5、4、3、2，好，2.5个上班的人来照顾。那再下去呢？2035年不就剩1？2040年好就不到1耶。2040年的时候呢，好，可能在15年后，一个65岁以上的老人，可能都不到有1个人能够来上班的人能够来照顾你。好，当然应该不会这么惨，好，但是我们不希望那一天来到。这句话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没有孩子，等到你退休65岁、70岁的时候，谁照顾你？玛利亚，好，菲律宾的玛利亚、印尼的玛利亚、越南的玛利亚，好，世界各地的玛利亚可能会来照顾你。你没有孩子来照顾你。当你70岁、80岁的时候，请不请玛利亚的时候，谁来照顾你？好，我不晓得，希望迦南教会可以照顾你，你希望政府可以照顾你，希望健保可以照顾你。现在做得到，但是呢，当到你70、80岁的时候，那时候政府做不做得到，没有人能够来保证。所以你希望你能够在人生70岁、80岁，万一你活到90岁，你自己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之外，你也希望好，真的有一天你的身体真的不行，好，我们的身体好，你再怎么样强壮，好，就是70岁强壮的到80岁，到90岁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可是那个时候真正能够照顾你的，其实是你自己的孩子，下一代才真的愿意来照顾你。但是你没有现在做准备，现在的年轻人如果没有想到那一天的话呢，那个时候你可以想象得到，70岁、80岁，他可能要自己照顾自己，他可能钱花完怎么办？出去上班，他可能这个保险储蓄都已经用完的话怎么办？他可能要接受政府的照顾，他可能要睡在路边，他可能要去睡在公园，他可能要用社会的资源来照顾。所以这个事情，生养众多是神对人的祝福。跟你旁边说，生养众多是对人的祝福。如果我们不愿意去明白、去了解，或是去经历的时候，牧师要提醒你，当你年纪大的时候，你在身边，你要先思考谁能够在你的身边来照顾你。好，你一定也要有一个教会，至少你在教会当中会有很多的家人，在教会当中会有长老，会有牧师，会有小组长，会有区长，会去探访你，会去探望你。我们在3月底的时候，我们就要举行清明的追思礼拜，追思我们的故人。但是也看到，我们也开始在讨论整理这些名单，很多的名单他没有下一代了，很多的名单没有人来追思他了。好，这也是我们现在所在预备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伊丽莎白，她向主献上感谢，上帝终于除去她的耻辱。最后我们来看玛利亚。玛利亚在伊丽莎白怀孕的第6个月后，天使来到玛利亚面前说，我们一起来读黄色的字，愿你平安，你是蒙大恩的女子，主与你同在。玛利亚十分惊惶不安，反复思想这天使问安的含义。天使告诉她跟撒迦利亚同样的事情，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什么？不是约翰，耶稣。而且他跟那个约翰一样，哇，都有形容一个伟大的人物，成为至高神的儿子，而且要继承祖先大卫，因为玛利亚的未婚夫是约瑟，是犹大支派，继承大卫的王位，要永远做雅各家的王，他的王权就是他的王权呢是无穷无尽。玛利亚呢，她第一句话不是我老了，因为她很年轻，但她也不是说哇熊笑脸啊，好我做不来。玛利亚她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读，我还没有出嫁，这样的事怎么能发生呢？她问了一个英文的问题，叫做 how， 怎么可能？怎么去做才能够可能？玛利亚反复思想说，神你对我说这个话，那我应该怎么去做才能够让神的话发生成就呢？天使就接着他的问题给他一个重点，我们一起来读黄色的，圣灵要降临到你身上，至高上帝的全能要庇应你。原来你要圣灵感孕，你不用跟你的老公未婚夫约瑟好努力做人，不用，那是你的亲戚表姐表姐夫所做的事情，他们老了，他们要努力做人。但是呢，神的灵要亲自的降临在你的身上，上帝的全能要庇应你，所以你要诞生的孩子要称为圣婴，是神的儿子。然后告诉他，你的表姐伊丽莎白，人家说她不能怀孕，可是她现在肚子已经6个月，她已经出门到处告诉人家，上帝除去我的羞辱。因为37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在上帝没有一件事是做不到的。再读一次，因为在上帝没有一件事是做不到的。如果你有很多人生当中的不可能，你一定要把路加福音1章37节，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你要相信这是上帝要成就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神做不到的。玛利亚怎么说呢？玛利亚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我是主的婢女，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玛利亚的功能真的跟男生不一样，男生大概一次只能够回应怎么可能做不到？可是玛利亚有女生的高功能，她呢觉得情绪对了 ，feel 对了，圣灵充满对了，其他的问题都不是问题，都不是问题。她就说阿们，
愿神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所以玛利亚的信心是，当天使对她说：“愿你平安，你是蒙大恩的女子，主要与你同在。”她就反复思想，这是什么意思？当天使告诉她你要怀孕生儿子，给他取名叫耶稣，玛利亚说：“我还没有出嫁，但是这个事情好，告诉我怎么做，告诉我。”天使告诉她说：“圣灵要降临在你身上，至高神的全能要庇应你的时候。”玛利亚说：“阿们 ，feel 对了，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信心不凭眼见，只相信上帝的应许。请大家说一次：信心不凭眼见，只相信上帝的应许。很多时候我们要看见才相信。你看那个叫做什么马？多马。除非我把我的手伸到耶稣的钉痕当中去探他的肋旁，我才要相信。这就是男生。女生呢，在她的大脑当中的运作和功能，当神的话、神的灵告诉她的时候，她就说：“我是主的仆人，愿你的话语来成就。”所以难怪上帝要为亚当创造一个夏娃来怎样帮助他。男生没有办法同时运作很多的事情，他要一个来。可是女生呢，她却是可以一次同时处理很多的事情。我们来看看，当玛利亚被天使祝福完之后，路加福音继续说，不久玛利亚就动身往山区，因为她住在北边加利利，耶稣的故乡，来到了犹大地的中部山区。她进了撒迦利亚家，向她的表姐伊丽莎白来请安。伊丽莎白一听见玛利亚请安的声音，腹中的胎儿约翰就跳动，那时候怀孕6个多月。然后呢，伊丽莎白就被圣灵充满，高声呼喊：“你是女子中最蒙福的，你所怀的胎儿就是耶稣，也是蒙福的。我主的母，就是我的主基督的母亲玛利亚，能够前来探望我，我怎敢当呢？”这一句话证明撒迦利亚、伊丽莎白都是义人，因为他们都知道圣经的预言，弥赛亚基督要降生，他们都知道上帝的救恩要临到，所以他知道这件事情成就在他的表妹玛利亚的身上，所以他叫他的表妹叫做我主的母亲。我怎敢当？我一听见你问安的声音，他怎么知道他是主的母亲呢？因为我一听见你问安的声音，我腹中的胎儿就欢喜跳跃，确信主传给他信息必定实现的女子多么有福啊！所以玛利亚信心是她有信心也有行为，她立即的动身去见她的表姐。虽然那个时候可能玛利亚可能已经圣灵感孕了，她因为那个6个月相差6个月，而伊丽莎白也被圣灵充满。如果玛利亚没有来到伊丽莎白表姐的面前，可能伊丽莎白她自己一个人怀孕，她没有去经历这个圣灵的充满，而她被圣灵充满之后，她宣告一个确信神的话必实现的姐妹是多么有福啊！亲爱的姐妹们，今天是30年前总会所定的妇女事工纪念主日，可能在从你出生到现在，你都会问过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不是男生？为什么我是女生？有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有没有想要当男生过？没有，很好，你很幸福。但是有的人可能会想要当男生，当男生很好。小时候是家里男生可以吃鸡腿，小时候有的人是家里男生呢可以分到遗产，有的是当男生呢可以分到钱，有的是当男生呢他就可以买新衣服，有的是当男生呢他就可以留在爸爸的家中，他就不用嫁到外面去。很多的女孩子、妇女，她可能都要遭遇这一些男生可能没有去经历过的。甚至还有男生没有经历过的，叫做什么事情？生孩子。所以一本书叫做畅销书，叫做什么？我不想当妈妈。想不想当妈妈？想。好，太好，感谢主。好，但是呢，很多的女孩子姐妹来讲，她不想当妈妈，害怕当妈妈，拒绝当妈妈，甚至逃避当妈妈，因为她不知道当妈妈是一个上帝给她的祝福。
另外一本书你一定要读，好，我们来念一下这个书名：当妈之后才知道我超厉害的。请姐妹说一次，跟你旁边的姐妹说，你超厉害的。厉害在哪里？厉害不是只有会生孩子，厉害的是你可以生孩子边工作边带小孩，还可以边进修，还可以边煮饭，还可以边洗地，还可以边运动，还可以边健身，还可以开车，还可以去上班，可以赚钱，还可以理家，还可以做很多事情。有没有可能？我反过来问弟兄，你有没有可能？你去生孩子，然后你洗饭、洗衣服、倒垃圾，然后你出去工作，弟兄好出去工作1天8小时回来就怎样，什么都不做了，好他就关机了。可是呢，姐妹就不是啦，好她可以1天当中不断的做，不断的做，不断的做。圣经有没有记载？有，哪里？箴言第几章？31章。什么妇人？你去看那一章，这根本就是高功能的妇人。从一大早，家人都还在睡觉，起床，然后开始做，去田里面也做，在家里厨房也做，衣服也拿来做，然后呢，帮助先生也做，还要他去酿酒，还要呢去收藏谷物，然后呢到先生回来还要侍奉他的先生，还要能够怎么样？哇，做很多的事情。谁比较厉害？姐妹比较厉害，但是不是每个姐妹都要这样子，好，而是因为男生非常的有限。只有上帝所祝福的妇女所造的姐妹，才能够运用上帝所给予的这种才能，成为一个女人，成为一个妇人。所以你要享受成为妈妈。好，请说一次，跟姐妹说要享受成为妈妈。Enjoy being mother， 好 ，Enjoy being mother， 好，你要享受成为妈妈。而不是害怕或是拒绝成为妈妈，因为弟兄男生做不到。你没有成为妈妈，好，你要想想你自己，好，在你65岁之后，在你80岁之后，在你90岁之后，你要请多少个玛利亚好来照顾你呢？但是你不用请玛利亚，你自己就可以成为玛利亚，你自己就可以成为伊丽莎白。你要记得，我还没有出嫁，这样的事情怎么能够发生呢？好，昨天是青年礼拜，好，牧师也对教会的这些青年鼓励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姐妹们，你要相信，你可以成为一位好的妈妈，你可以成为一位大有能力的妈妈，你可以成为一位像伊丽莎白、像玛利亚一样是蒙大恩的女子。而你要做的事情是，我是主的婢女，愿你的话语成就在我身上。这个礼拜我们有小组的分享，你可以在小组当中来分享或思想关于主耶稣的降生，你自己最难相信是哪个部分？但是信心如何让这个不可能的变为可能？你可能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不可能，牧师说了很多的话，你可能听了也不可能；老板说了交代很多任务，你可能认为不可能。可能你在学校同学人生当中有很多的不可能。但是你只要对神有信心，神能够使这个不可能的变为可能。而信心是要通过试验的，信心是需要通过考验的，才是真信心。我们要为妇女们来祷告，愿神祝福我们身边的每一位妇女，不论是你的妈妈，或是你的妻子，或是你的女儿，祝福或是你的姐妹们，祝福她们能够成为蒙大恩的女子。也为接下来我们要读路加福音46天的灵修来代祷。当我们读到复活节的那一天的时候，愿我们都能够经历主耶稣复活的大能彰显。最后也为自己祷告，求圣灵帮助我，不要让我成为不幸的哑巴。哑巴就是你没有见证，哑巴是你没有办法分享神在你身上所做的事情，神在你身上所做的工作。我有信心能够帮助你开口神在你生命当中所做的事情。我有信心能够让你开口像撒迦利亚、伊丽莎白一样，再次赞美神。上帝除去我的羞辱，上帝在我生命当中带来改变。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
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来祷告。从头，你只有放到副歌。该与在爱中相遇，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从头再次，每一天，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相扶在你那能荣耀里，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恩友，我愿意一生敬拜荣耀你，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神的更新掌管我一生，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你，将我全人献上，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愿你的旨意，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神的更新掌管我一生，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在爱中遇见你，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荣耀中敬拜你，将我全人献上，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神的更新掌管我一生。我要请你来为你的妈妈来祷告，为你的女儿来祷告，为你的姐妹来祷告，女朋友来祷告，求神赐福在你身边的姐妹们，愿神大大的祝福她们，使她们能够从蒙恩的女子，为我们教会的姐妹们，为她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这个透过我的妈妈，透过我的女儿，透过我的太太、妻子，主啊，让我的姐妹们，主啊，让我能够知道神你造人造你，要来彰显荣耀神的形象。主啊，愿上帝你在我们的姐妹们的身上彰显神的计划。主啊，使她们能够成为蒙恩的女子。主啊，愿她们身上能够被主的灵所充满，被你的灵所浇灌，使她们是成为有福的妇女，有福的妇女。第二个，我要邀请大家来为弟兄来祷告。如果你是单身的弟兄，你还没有伴侣，求神为你造一个伴侣来帮助你。愿神赐给你合适的伴侣，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让你能够看见神的完全，让你能够活出神美好的形象。如果你是单身的姐妹，也要为你来祷告，求神带领你，让你的良人能够吸引你，让你能够快跑来跟随你的良人。我们为单身的弟兄、单身的姐妹们，为我们的下一代，为他们来祝福祷告。
慈悲的父神，我们要为弟兄、为姐妹们来祷告。主啊，你造良人，你是要为亚当预备夏娃，你为夏娃预备良人。主啊，求你在他们生命当中来动工掌权。主啊，使他们生命能够完全，使他们生命能够活出神美好的形象。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最后，我要邀请大家来为已经结婚的夫妻来祷告，还没有生育的夫妻来祷告，求神祝福你们，让你们的夫妻能够生养敬虔的儿女，能够生养众多。不论你们年纪如何，不论你们的日子如何，只要有神的话，你的日子就得着力量，你的生命就得到力量。愿上帝的话语成就在你们的身上，愿上帝的祝福丰丰富富成就在你们身上，使你们不害怕、不退缩，使你们勇敢领受神的祝福，勇敢向前。我们一起为结婚的夫妻们、还没有生育的夫妻们，为他们来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要为结婚的夫妻们向你献上祷告，为还没有子女的夫妻们向主来献上恳求。神啊，求你在他们生命当中赐下美好的计划，赐下美好的祝福。主要使他们不害怕，使他们能够领受圣灵的大能，领受信心的浇灌。主要使他们能够生养敬虔的儿女，能够回应神的呼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能够容神一人。谢谢爱我们的主，求你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你。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降服在你大能荣耀你。唯有你是我的良人和恩友，我愿意一生敬拜荣耀。举起我们的手，对主说：我全人打开你的心，用你的灵来敬拜神，敬拜你。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神灵更新掌管我一生。再次说，将我全人，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求圣灵更新我们，求圣灵更新掌管我一生。最后一次宣告，请接近我，接近我，吸引我。跑跟随你，在爱中遇见你，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荣耀中敬拜你，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一生。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你。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透过
撒加利亚、伊丽莎白、玛利亚的信心，让我们知道，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神的话语一句都不落空。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力量。即便我们今天所遭遇的事件、遭遇的患难、遭遇的挑战再大，但是我们依然要快跑来跟随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感动，与你们众人同在，使你们成为蒙大恩的女子、蒙大恩的弟兄，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拍掌，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我们再次用这首歌，将我们的最大的荣耀，还有我们的赞美归给我们的神。耶和华是我们的主。哈利路亚！耶和华是我的主，你不知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牧者，你不知缺乏，有耶和华做我荆棘，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领袖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在基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我们一起来宣告。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领袖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领袖虽然有哭泣，领袖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来，让我们再次用最大的掌声，将荣耀跟赞美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感谢你，哈利路亚，阿门。今天的主日就到这边结束。那另外有一个部分我要宣布一下，就是说，我这里有一张这个停车场的券哈，那个车号是9593，不知道车主有没有在这边？你刚不小心把它丢到这个奉献袋里面了啊！9593，9593，你的那个停车。